5、4、3、2、1。远从挪威来的伊登，我本来请他跟大家讲几句话，我想我再叫他讲几句中文好了，好不好？好。Speak Chinese, OK？ 好，大家好。One more sentence。加油！一定要叫他退，加油，加油！把整个画面都打。伊登哦，很亲切，那他这个配合度也很高，而且学习力很强哦。那我们除了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张理事长、我们郑总干事，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的志工，包括我们这个洪镇长等等哦，可以说一起把我们这个田中马拉松的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昨天晚上有没有出来？我们田中镇软蛇有没有？有。好不好玩？好玩。我们希望明年你再来，明年还会跟今年又不太一样。那除了跟大家推荐我们田中地区好山好水，我们的农产品也很棒哦。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稻米哦，因为我们有黑白两道，是我们有黑米有白米哦。那你记得回家的时候顺便采购一下，还有很多的农产品，像二水地区最近就白柚就在生产哦，那也很适合大家带回去，而且呢可以多放几天又更好吃哦。那等一下会除了田中二水好山好水，带领着大家走我们的八宝去到我们的森林的一些那个不然会挡住画面。经过的地方步道好好的这个吸收分多精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到我们社头，那个是袜子的故乡，那也是我们所有这个董事长最多的一个乡镇哦。那希望说大家呢能走一走，那记得多采购我们彰化的这个农产品，以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像袜子啦，以及很多的休闲机能衣服，很多都产自于我们彰化。那除此之外，彰化还有15个观光博物馆，以及将近20多个我们的休闲观光农场，都很适合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哦。那今天呢，这个活动总共有16500个跑者，其中有500位是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那我们呢，今年也邀请到伊登。5、4、3、2、1。Our live show in the fan page. Hello. Hi. Hi. I love 谢谢 you. 长，谢谢镇长，谢谢议员，都支持我们田中的马拉松赛事。但是呢，会再有这个动力，就我拖着我们的剧组生生世世的所有演员，江山姐文山哥还有男女主角米可白子毅还有好朋友孙淑妹，他们都来跑。有的人从来没有运动过。或者是不懂得怎么跑，那因为这一次大家陪着我一起完成全马，这1、2个月他们也都在训练自己，不管是快走也好，至少他们有动起来了。